今仔日是我第2摆有这个机会来到遮，和大家来分享。嘛，真感谢谈多圣歌队的儿乐，佮有敬拜真美的儿乐，真正是互我真侪快乐，佮有感动。这段时间，无论是伫教会听到的真侪故事，也是有每一位真侪人互我的意见，也是建议，拢真做我真宝贵的学习。所以，今仔日真正搁一摆来和富强教会每一个人讲感谢，嘛伫未来欢迎大家搁较侪互我搁较侪包容，搁有建议，互咱拢会当伫这个教会做伙成长，来做伙知影未来的方向。所以伫今仔日分享的大声，咱先三甲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拍拜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为着咱，为着阮每一个人来死。主啊，伫这个教会，阮来学习，无分你教我，拢会当共伫你的稳定的下面，无有惊吓来到你的面前，来诚做彼此的帮衬。伫你所享受的日子内面来喜乐，来得到平安。主耶稣啊，今仔日愿你伫你的主日享受，互阮快乐，互阮知影要安怎来面对真济教会新的阶段的事物。互阮虽然伫世界的日子真无闲，有缘袂讲袂记得，阮已经是你天顶的囝儿，这个真上界重要的身份，帮助阮伫这个世界活出，伫这个世界却无属伫这个世界的一种自由的身份。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即几若个礼拜，对我来讲是有真侪新的代志，佮有意外的代志发生。就亲像伫即礼拜，我无想讲，咱当中有遐尼侪兄弟，会安尼着转去到上帝的身躯边啊，嘛无想着讲哇，真紧天气就变啊遐冷，啊真侪人身体嘛无爽快。我嘛看去伫提摩太的牧区，学生开始要备班考试。拄啊开学2-3礼拜尔，就开始要考试，啊，逐个人迄个面色拢开始紧张，开始安尼很灰暗的样子。佮有即礼拜真侪幸福小组已经开始，嘛有真侪人是小组的内面无有邀请却来的，也是有邀请却无来的，才会无法度知影的代志发生伫几若个礼拜。所以我感受到伫教会生活的日子，安尼一日一日过，明仔载真紧就真做今仔日，毋知影明仔载会发生啥物代志，毋知影有啥物代志会发生伫阮的生命中间。有时咱感受介生，咱已经备办好啊，毋过搁较济的时阵，咱搁介生啊。我都准备，人就来啊，代志就来啊，判别就来啊。伫即个时阵，我时常会想要问上帝讲：主啊，到底咱到底是咱即马是伫啥物款的一个时阵，啥物款的一个季节？到底富强教会的每一个人，伫即个在变化的这个时代内面，是徛伫啥物款的角色？是徛伫啥物款的一个方向顶面？所以今仔日我想要和大家来分享、来领受的一个经文，是伫罗马书的经文。咱若是捌读过罗马书，就会知影讲，罗马书内面所讲的教会，嘛显出即种面对未来咧挑战的不安，佮有惊吓。咱拢知影，罗马书是上写的，对，感谢大家，是保罗所写的。
毋过虽然罗马人书是保罗所写，毋过伊却迄个时阵还未去过罗马，吼，伊迄个时阵是伫哥林多写即张批。啊，是安怎伫哥林多要写即张批咧？因为迄个时阵，伊伫哥林多的时就开始有听去讲，哦，即个罗马，即个时阵，迄个国家即个帝国的第一个城市，已经有真侪基督徒伫遐，已经有真迄个坚固的教会的组织伫遐咧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真新的一个状况，就是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伫迄个时阵的世界，伫保罗去到罗马进前，就已经用真紧的速度，伫伊还未去过的所在，阁是迄个帝国的第一代城市，安尼传开。所以圣神的工课真正是超越人任何的想象。迄个时阵的罗马是啥物款的状况呢？迄个时阵差不多伫西元40几年的罗马，咱就亲像头拄我分享的，已经有真侪犹太教的人开始来信耶稣基督，并且来成做一个真大的溃烂，有伫社会顶面有无势的影响力。所以直到因伫西元49年的时，发生一场真无势的迄个暴乱，所以直到所有的犹太人也是犹太基督徒，拢互政府赶出去到别个城市。直到5年了后，因才去转来到罗马这个所在。毋过当遮的犹太基督徒转来到5年了后，转来到罗马的时，因发现讲，5年了后，遮的教会哪会拢变啊？因为搁较济是毋敢若是犹太人基督徒信主尔，搁较济外邦的基督徒嘛出现，搁较济是毋是犹太人的吼，遮的教会因着用新的方式来敬拜，用无共的礼仪来敬拜。所以遮的人转来的时，看到哦，这嘛是基督徒真好，毋过看伊敬拜安尼怪怪，真无爽快，真无欢喜。所以虽然讲圣神呢，做工真正是真紧，虽然伫罗马基督徒有受到迫害，毋过人却一直在成长。对安尼的背景来看，咱会当知影，未来圣神所带来的未来，真正是来甲真紧。上帝讲实在是，来了真紧。虽然人拢信耶稣基督，毋过即两边的基督徒煞伤紧啦，毋知影要安怎做尾来做礼拜，毋知影要安怎来共同来敬拜。所以这个时阵，保罗有听到哦，遮的基督徒的状况，虽然伊无去过罗马，不过伊伫哥林多教会听去讲啊，上帝伫迄个所在已经备办一个我无去过的教会，一定伫遐咧做工。这个使徒就咧想讲，我要安怎来牧养罗马的教会？我要安怎来坚固即款的教会？伫罗马即款的教会？所以咱会当想讲，这个罗马书就是伊要写互即款圣神伫头前走甲真紧，在做工的即款教会的一张批。所以保罗会安怎引出遮个教会呢？对安尼，咱会当想象，迄个时阵的罗马教会嘛，伫圣神的带领下面，嘛真亲像今仔日一寡教会，用咱想袂到的方式，开始发展，在影响台湾也是城市的生活。就亲像我到伫南部，我看去福气教会，用因真有溃烂的方式，在影响南部的教会。就亲像我到伫富强教会，嘛看到咱有真侪人在参与伫小组，也是幸福小组，用即款的溃烂在影响遮个社区。
所以当在传福音圣神咧做工的时，安尼真紧在变化的时阵，有真侪发展，毋过嘛会出现真侪的冲突。安尼保罗会安怎来起造，来牧养即款圣神兴起的教会？咱若是捌读过的罗马书，就会发现讲，罗马人书是保罗的批内面，将整个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讲甲上界详细的一个上界有迄个教义性的一个批。伊甲耶稣基督的福音，佮有因信称义的迄个福音，讲甲上界清楚。所以这就是讲，当圣神伫头前已经建立起造教会的时，保罗这个使徒、这个教师，伊所做的上界要紧的代志，就是赶紧备办好，甲耶稣基督的道理写好清楚、写好明白，写好，互人真知影啥物代志是真正的重要，啥物代志毋是遐尔啊重要。赶紧甲这个真理的迄个道写好清楚，寄互伫罗马的教会，安尼才会当互这个新的教会来坚固，互教会袂因为安尼成长有真侪无共的看法，煞有出现冲突来散去。所以当我看去保罗伊看到罗马安尼伊所做的代志，伊为教会来做的代志的时，我就想起讲我捌读过一寡历史的资料。我捌读过的这个资料真趣味，伊是在分享讲，伫台湾长老教会差不多伫1972年迄个时阵，其实伫台湾山区的泰雅族的所在，嘛有经过真大规模的圣神的复兴的运动。迄个时阵是啥物款的状况呢？咱知影1972年迄个时阵，伫山的内面，迄个部落是非常善食的，少年人拢外出做工。迄个时阵经济在变化，迄个山内面的家村无有气力的，无就是老的，也是囡仔，也是妇女，迄生活拢真辛苦。定定可能查某就啉酒啦，吸毒啦，佮有家庭的暴力，查某人就真细汉就爱做工，就爱嫁人，伫厝内面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醉醺醺的先生安尼。所以迄个时阵伫部落内面的教会是真辛苦的我看记录讲，真侪人做礼拜就是摕一个迄个酒矸仔，讲买礼拜去一个好就安尼坐咧，酒矸仔就下伫位的边安尼，哪啉酒，哪看无书，看伊要讲啥，就是安尼真稀微的一个教会的状况。迄个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咧？迄个时阵就是伫部落内面有4位真痛苦的妇人人，因无法度，因毋知影生活要安怎过，所以因煞差不多4、5点，就4个朋友拢早起起来。伫因一个所在做要来祈祷，做要来呼求上帝。迄个时阵，上帝煞怜悯这4个妇人人，就开始互圣神充满伫因的生命内面。这4个妇人人也要读册啦，也无捌字，毋过互圣神充满了后，煞勇敢起来，真有气力。就走转去因家己的教会，开始用圣经的话，因嘛读袂字毋过却会当用圣经的话开始教示教会的会友，也是和牧师分享，也是就开始指出某物人你有犯过啥物款的罪，你得爱来上帝面前悔改，迄拢是无人知影的代志。所以就是对安尼真奇妙的一个代志，安尼出现。一个教会开始复兴，这个教会复兴了后，因着一群人成做一个布道团，差不多就安尼10个还是20个人，安尼一群，拢穿白衫来表达因讲因是圣洁，
就伫泰雅族的部落，因山内面的部落拢会行来行去嘛，所以迄个时阵，安尼差不多有30间的教会，拢互遮的布道团来影响嘛，经历着圣神的大复兴，来真做迄个时阵，痛苦的部落的人的一个大的溃烂。迄个记录内面讲，迄个时阵哇，人煞开始较无要去教会，对早起这样黑暗，拢要聚会，拢伫圣殿内面咧悔改，拢咧提考，就刚若想要聚会，酒嘛无想要啉啊，倒嘛迄个脾气无好的嘛改有吸毒的也不吸了，就是真神奇的代志，就安尼发生伫迄个年代。毋过，我若是继续搁读这个记录，读到后面呢，就发生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这是40几年前，伫泰雅族山顶遐的部落一个真大复兴的运动。毋过40几年了后，是安怎介绍无人知影，无真侪人知影这个代志呢？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原来伫圣神开始大地做工。真侪新业技术出现，真侪信徒有得到上帝的恩赐，佮有才能的时，迄个时阵信徒因为对信仰的认捌无够深，对圣经的认捌无够稳，无继续来掠掉迄个灵修的生活，线尾才会当发预言的，有迄个气力来甲人医治的。却开始有一寡话语讲出来，介绍毋知是出自圣神，还是出自人的心，还是出自魔鬼。因为就亲像因的迄个和灵接触的迄个天线开了啦，啥物入来就讲啥物话，也是家己有心内有权柄，伊就讲啥物话。所以到后来反倒转变做教会真乱。无读圣经就毋知影要安怎分辨，即个话是出自啥的。所以久了后，遮的教会就开始对圣神，也是遮的先知的讲话来感受到惊吓，感受到冷淡。所以遮的人愈讲话愈惊遮的代志，有时佫和牧师的意见无共，你讲你着爱听我的，我是先知，牧师的伊也无啥物气力啦，上帝也无互伊啥物恩赐就安尼真侪冲突，久了后，这个复兴就无去30几间的教会复兴，即马剩无一两间继续在较无圣神。我继续看这样的记录。我看到有经历过这个复兴运动的遐个牧师有捌安尼讲话，因讲这个老牧师在讲圣神来了伤紧啦，圣神来了伤紧啦。咱无有一个人已经备办好来欢迎圣神伫咱的中间，来好好来拍这场来打这场仗。所以到后来真复兴的是，这个时机就安尼过就互魔鬼来乱去就互人家己心内的问题来乱去到伫即马，泰雅族的年轻人根本无有几无有问因这个代志，无有几个人知，捌发生过即种代志。所以这个伫山间擘大复兴的这个风，今仔日煞看无。所以对安尼故事，在读罗马书时，我就安尼感受着讲，当保罗看到圣神已经伫头前在起造罗马城市的教会的时，我相信伊一定开始在备办，爱甲上帝的道理、圣经的道理讲互清楚，互遮个信徒知影。迄个文字是对倒来的这个文字，啥物是魔鬼的声音，啥物是圣神的声音，就是迄个分辨力，就爱搁较清楚的所以
伊就希望讲，遐个人会当真正伫教会生活里面来徛学稳，毋干那是亲像瓦克遐个真感动啊，也是家己手内面上着想书的开力安尼。所以伫罗马书内面，保罗伫头前讲遐尼详细的教义的代志，伫后面就开始甲因讲，恁生活顶面啥物代志毋免吵啦。啥物代志上介重要，恁着爱坚持。无绝对毋爱因为互一寡543的代志，互教会直到伫分裂。所以咱今日伫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罗马书第15章4到14节来看，这已经是保罗要互罗马的教会批的线尾。这个段落。这个段落，保罗真严肃，在提醒教会讲，恁过什么款的生活，才是真正的重要。才会当真正保护教会伫圣神咧做工的时，无直到分裂。所以咱若是安尼简单看落来吼，第4节到第14节，这个段落的架势其实是真明显，就是当圣神开始伫外邦人甲犹太人中间在做工的时，因为食面也是礼拜的方式，也是洁净的方式无共，这两个族群发生真大的冲突的时，因可能会踮遐吵讲：你这人无圣洁，你哪安尼食饭，你哪安尼礼拜，吼，就在冤家这的代志。毋过保罗踮遮15章第1节，伊讲，咱遮的下人应该着担答的人的软食，毋通求家己的欢喜。为虾米咧？伫第4节经文，伊安尼写，因为早所记载的，拢是要教示咱遮来记，互咱对吞论、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愿望。愿赏赐吞论安慰的上帝，互恁大家共心志，照耶稣基督，互恁有相共的心、相共的嘴来荣光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这就是讲，当教会不断开始伫开始在接触无共的族群、无共的人的中间，安尼不断在兴起的时，保罗伫遮的经文所强调的是，恁着爱吞论，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安尼吞论，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安尼谦卑。这个谦卑是，若是有气力的，着吞论，无求家己的好处，反倒转搁较照顾迄个上界软食的人的好处。我相信，包括我家己伫灵修的生活中嘛，真容易有一种感受，就是当我信仰的生活愈来愈进步，加上愈来愈有上帝的稳定伫我的身边的时，这时阵上界大的引诱，就是骄傲。就是想要挖靠圣神的温素、圣神的智慧、圣神所赐的权柄来指挥、来摆脱、来控制别人。毋过，这个拢毋是耶稣基督所画出来的样式。就亲像伫线节第7节后面所讲的，着互相接纳，亲像基督嘛有接纳恁，直到荣光归于上帝。第8节，因为我讲，基督为了上帝的真实，捌做奉割礼人的采用，要坚固所应允的做的，嘛互外邦人为着怜悯归荣光上帝。所以，两位兄弟就亲像经文内面所提醒的，当圣神的工大开始兴起教会，保罗对教会的提醒，敢若是谦卑，搁较谦卑，就亲像耶稣基督安尼谦卑，来到伊的家己内面上界软食的遐个人的内面，甲因做要生活。
所以对于上帝的信心的内面，咱会当甲遮个上甲软遮个兄弟姊妹相甲伫地，甚至诚做甲因相甲软遮个人。毋过我着爱问讲，遮尔啊困难的代志，是要安怎做会到呢？明明我家己有气力，却爱谦卑家己来承担遮个软遮个人的真侪问题。安尼款的代志要安怎达成？伫经文的线尾第13节，安尼讲：愿赏赐仰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仰望。所以，互圣神祝福得到温顺甲气力的人，若是继续掠条圣神来得到正确的仰望，毋是甲仰望下伫讲哦，我有温顺，我会当做大代志。可是甲仰望继续下伫上帝国要搁较大，上帝国有伊要进行的工课，安尼可能着搁较容易真正来委身伫软遮个人的中间，对遮不断，咱的神互圣神来更新，嘛不断来重新得到平安甲喜乐。所以当富阳教会，我感受到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圣神的工课，有真侪新的无共的人要加入伫咱的中间的时，咱甘愿意甲保罗、互罗马教会的提醒，当作嘛是伊互咱每一个人的提醒。当咱在领受上帝的恩惠真大伫这个所在做工的时，咱甘愿意谦卑、搁再谦卑，坚强的人甲上界软正的人伫地，愿赏赐仰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对圣神的关联来得到满满的仰望。咱三工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赏赐真侪恩典伫阮所徛起的所在。伫遮，阮体会到真侪兄弟姊妹因为愿意谦卑服侍，所以教会诚做你要使用的器皿。毋过主耶稣，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愈伫你的恩典的内面，就愈侪亲像你共款。为着你要来的国度，就比办搁较侪谦卑；为着你就要来兴起的教会，搁较侪伫真理的顶面学习徛稳。对安尼来警醒，家己毋莫有骄傲，毋莫有自满。愿你的圣神时常甲敬畏你的人伫地，这是阮心中上介大的愿望，上介大的渴望。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